恭讀若望福音6章35至40節，耶穌對佢哋話：我就係呢個生命嘅食糧，到我呢一度嚟嘅，永遠唔會餓，信我嘅，永遠唔會渴。但係我早已經對你哋講過，你哋即使睇見咗我，但係仍然唔信。凡父賜俾我嘅人都會嚟到我呢一度，嗰啲到我呢一度嚟嘅，我都唔會拒絕，因為我從天而嚟，唔係為實現我自己嘅意願，而係為承行嗰位派我嚟嘅旨意。派我嚟嘅嗰一位嘅旨意就係，凡佢交俾我嘅，我連一個都唔能夠失掉，並且要喺末日使佢哋復活。呢個就係我父嘅旨意。凡睇見子而信佢嘅人，就有永恆嘅生命，並且喺末日，我要使佢哋復活。福音反省。喺聖體聖事呢個神聖奧蹟裏邊，基督獻上佢自己作為我哋靈魂嘅真正養分。耶穌完完全全咁樣滿足咗我哋靈魂最深處嘅渴求。當我哋領受聖體嘅時候，就係分享咗靈性嘅維他命。而呢啲維他命能夠強化我哋日常生活裏邊嘅奮鬥，謹記基督嘅應許：我來是為使人獲得生命，且獲得更豐富的生命。但係我哋基督徒係幾咁時時垂頭喪氣咁樣行走，好似被打敗咗一樣。我哋係天主所愛嘅仔女，係無比嘅真愛。我哋嘅造物者喺佢無盡嘅愛裏邊，使佢自己屬於我哋，因而矛盾咁樣使我哋亦都能夠屬於佢。呢份互相隸屬嘅關係就構成咗我哋被邀請進入永生嘅基礎。我哋在世嘅朝聖旅程雖然係神聖，而且係具有意義，但係只係永生嘅序幕。上主喺鞏固我哋現在嘅同時，亦都溫柔咁樣提醒我哋，有更偉大嘅事等待住我哋。當生活重擔壓得不堪嘅時候，請舉目向天，歡喜踴躍啦！永生喺度等待住你，道路喺你面前，要滿懷信心咁樣走落去。呢個門徒嘅旅程係需要信靠，需要勇氣同喺苦難裏邊嘅忍耐。我哋會有幻想破滅嘅時刻，會有熱情消退，會有祈禱感到負擔嘅時刻，自我發現嘅路難免會揭露我哋嘅弱點同局限，帶嚟必要嘅痛苦。讓我哋認識你，上主，讓我認識自己。我哋認識天主越深，就越能夠睇清自己。當聖體嘅火喺我哋心裏邊燃燒起嘅時候，呢種轉化就會逐漸展開。雖然係充滿挑戰，但係呢一個同基督一齊邁向永生嘅旅程，將會帶俾我哋無與倫比嘅滿足。